大家好，我係陳士宏。我個大仔叫做陳秀倫，我哋中意叫佢做倫倫。佢患咗嚴重自閉症，自理能力非常有限。另外到而家佢都唔點講嘢。咁舊年我正式退休，我自己咧就想係透過平台將佢嘅故事係講俾更多人聽。喺2013年4月，我所工作嗰間機構喺溫哥華，叫做中僑互助會。我哋透過社區籌款，就將我用咗10年時間儲咗嘅120篇文章，就輯成書，就叫做《倫倫的世界》。咁裏面所包含嘅係由2003年1月開始寫到2012年12月尾，總共係120篇文章，主要係包含倫倫佢同埋屋企人嘅生活，我哋所經歷嘅嘢。目的其實係希望透過呢本書，等大家多啲認識自閉症人士同埋特殊需要群體嘅生活。咁我今日就首先預備咧，就係將嗰一本書我當日所寫嘅字序就讀俾大家聽。對於患咗自閉症嘅倫倫，我哋作為佢嘅父母，好熟悉佢，但亦都唔能夠話完全認識佢同埋理解佢。直到今日，我哋同佢相處嘅過程裏面，仍然不時有新嘅觀察，有新嘅體會同埋領悟。就喺決定寫呢一篇序當日嘅晏晝，即係2012年12月5日，醫院急召我要進行換肝手術。如此一來，個字序就寫唔到啦，咁亦都唔可以探倫倫，因為佢嗰陣時已經係入住咗宿舍。咁喺病榻當中嘅時候，咁我好掛住佢，但係又安慰自己，其實佢入住宿舍已經有6年，生活非常咁安定，亦都好安全，獲得非常好嘅照顧，其實係唔需要掛心。老實講，我同埋我太太都終有一日，我哋老到一個地步，係唔可以去探佢，到時候佢都會習慣見唔到我哋。咁其實我做完呢個手術，最多2至3個月之後，我一定可以去探佢。咁宿舍員工喺電話裏面話俾我哋知，阿倫倫起初咧都唔習慣我哋冇去探佢，咁啊會主動咧拎出我哋嘅照片掛喺個房間上面嗰個節目表嗰度，又或者咧來回踱步。通常佢有焦慮不安嘅時間就會咁。咁後來宿舍員工就安定佢嘅情緒，就放音樂，亦都俾佢玩水水，咁慢慢佢都定咗落嚟。我換肝嘅手術18日出咗院，再過2個星期，醫生就同我講，你可以揸翻車。咁我知道之後，再唞多幾日，我哋就揀咗一個夜晚，等佢食完晚飯嘅時間去探佢，俾佢一個驚喜。咁佢好似以前一樣，成日都着住同一件嘅衫。咁啱啱呢一件就係我哋去阿拉斯加遊船河喺當地用9毫紙買咗翻嚟，深藍色嘅 T 恤。佢就係習慣做一樣嘢咧唔改，咁啊要着到件衫洗到爛為止。佢一見到我哋，伸個頭出嚟，嗱嗱聲走到我哋面前，係咁笑。咁我就同佢嚟一個加拿大式嘅擁抱，佢咧好開心，就一路係咁樣笑咗10分鐘。咁跟住我哋就照翻平時嘅程序啦，我就同佢刷牙，幫佢拗背脊。足足有5個星期冇探佢，佢頭髮長咗，人瘦咗成2個碼，淨係得翻一個小肚腩，
咁身邊兩側嘅肥肉唔見咗啦。咁其實我睇到咧個心都好酸。呢5個星期可以話佢望穿秋水，人一天比一天瘦。佢就係咁單純，感情係同樣咁豐富。佢係我哋嘅寶貝。以上嘅經歷喺我哋嘅人生當中係珍珠貴寶。10年前我寫《倫倫的世界》呢個專欄，今日有幸將呢啲文章集合成書，就係藉住分享呢點點滴滴，同大家一齊嚟到認識了解自閉症人士嘅生活同埋世界。好，多謝大家。